太子宫绕境活动，11月16号到18号，这第一天，到五间厝到新街庄了，到铁线桥了，到姑爷了，到四同角，到蛙仔了，然后又到交代，有到那个旧的通济宫哦，限定古迹。画面第二个图那边，这个是在限定古迹旧的通济宫那边。第一项那个叫入关表，这座庙叫茄南庙，在铁线桥的茄南庙。这是竹围后竹安宫的神教，妈祖庙的神教。这是铁线桥新的通济宫，妈祖庙神教。然后也有姑爷戴天虎，五虎千岁的神教。是铁线桥通济宫，新的通济宫庙会。铁线桥新的通济宫。现在第一项那个是铁线桥新玄武殿，没有参加那个绕境。现在第一项是太子宫呢，太子爷宫的神教哦，这几百年的神教。是绕境经过那个新玄武殿，绕境经过新玄武殿，敬天宫的神教正团。哦，太子爷，三太子的神像。是通济宫妈祖，通济宫的铁线桥新通济宫妈祖的神像。这条道路是从那个新营北边那个竹围后，然后往南到工业区茄东角家坊里新的工业区。所以我不住在烦恼的想里面，我来看生花念头的那个佛性本体，它就是菩提的佛性本体生花的就是菩提呀，就是觉。那我们能够在觉之中，那一些现象都虚幻不实在，所以重点呢就是了解说形象是虚幻不实在，事情。